有團體建議喺加勒比大橋旁邊興建一條4線雙向行車嘅新大橋，疏導跨海交通嘅壓力。群力智庫召開記者會，提出興建第5條跨海通道嘅方案，建議喺加勒比大橋旁邊加建4線雙向行車嘅新大橋，又建議將加勒比大橋劃分做電單車道、單車專道同埋行人專道，提高安全性，減少交通意外。至於點解第4條跨海通道未建成，就提出起第5條通道。團體話政府提出建設第4條跨海通道多年，但係而家仲未決定係起大橋抑或隧道。佢建議可以同時起第5條跨海通道，由引橋連接新城 BC 區，其中2條雙向行車線可以闢作公交專道。車輛嘅增長、離島嘅人口，以至到訪客嘅大量增加，再有嘅就係一個就業需求。再加上咧，我哋嘅車輛咧喺未來咧，如果政府喺控車方面冇一啲咩措施咧，其實都係向住一個增長嘅。咁所有呢啲問題咧，其實我哋睇翻啦，政府而家所推出呢個第4條通道咧，係唔能夠解決我哋澳氹之間嘅一個嘅交通嘅一個嘅困局。佢估計起第5條通道同埋整修加勒比大橋嘅費用大約係8億2千萬，建議向全球招標，提高新通道嘅質素同埋效率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文報道。